好，来166一年5月初10号啦吼，5月初10拜二。今仔日这个日子，这篇日子真长啦吼，比平常时较长一chút啦。5月10号拜二，早起好天，微风对南方吹来，阮看见有一面小旗啊吼，一面小旗一支箭吼。就是迄个箭顶头一面小旗啊啦吼，射伫迄个拍铁场附近的即个水箭顶头，阮就去甲伊贴入来。有人讲因早暗，敢若有听到有啥物物件弹入去迄口水箭吼，所以迄口箭有可能被下毒啦吼。这个想法毋是讲毋是介准确啦吼，因为俄罗上帝只要讲阮这内面迄寡水箭游玩有遮尔充足的水，阮并无需要迄口箭的水吼。5个阮的助理因为真想要食新鲜的，要食青的肉啦吼，新鲜这个肉，所以呢，就去城堡外面伫个医院附近去拍2只猪啦吼，因虽然无受到伤害，却也相当惊险吼。对墓园附近，甲迄2只猪拖转来城堡里来吼。墓园大家知啦吼，伫咧即个台湾市镇的即个角角遮吼，挖城堡这边吼。阮看见伫咧昨摕去过的纳豆园内侧沿岸迄个线洲顶头吼，阁有真侪人伫遐咧劳动，也搬真侪保拿吼去遐。啥物叫保拿？咱来看。讲保拿是指一种咧装沙土用来贴做防枪支的即个保类的拿吼。就是用伫咧象征实录内底所讲的，我袂晓念哦。这2字我真正袂晓念，毋是台语袂晓念啊，华语我嘛袂晓吼。古早字哦，这汉字派上爱用的吼，我有学问的吼。第一个字念古，或者是古吼，这里是要安怎讲？这个古美凤哟，曲美凤啦吼，但是毋是迄字吼。这里是要安怎讲？等下吼，我查一下吼，Google 一下。曲美凤这里曲的读做古啦吼，恁大家这个知影曲美凤这个人无啊？这是阮迄个年代真出名的一个人吼。伫阮20-30岁迄当阵吼，故事我就袂讲吼。伊的姓吼，你若毋知，你去查一下曲美凤迄个曲吼。这个曲字吼，读做古吼，这个姓嘛读做古。啊，这个古，但是伊毋是玉字边吼，即嘛伊这个什么定什么宝保拿吼，保拿伊另外一个汉字是叫做古啥物呢？另外一字我袂晓读啊，古啥呢？古读的款吼。古德啦，
可能读啦吼。读读吼，读就是读法、处法吼，伊个读哩，加顶头一个叠个头吼，读做读吼。古读，读是特别做特别做的笑吼，米笑吼，叫做读，就人个嘲笑啦吼。嘲笑、微笑，吼，叫做读。我今日大理大书店讲修这字汉字，哦，这是读。啊，古呢？古是拄则讲的迄个曲美凤这个曲字呢，但是呢，伊毋是玉字边吼。曲美凤、古美凤迄个古是玉字边，这个古是。甲玉字边摕掉吼，下底加一个走字边吼，错字绰号错字边吼，走字边吼，啊顶头原来相款加一个叠个头吼，读做古或者是古吼，伊嘛是不管你是读古还是古啦吼，拢共意思，就是笑或者是微笑就是拄则共款嘛吼，笑。席子啦吼，笑有用草去边的，有用竹啊去边的吼。微笑毋知是对即种，我都毋知啦，可能是竹啊吧。灭席啦吼，即个灭等下我咱查者吼。啊，所以古读吼，古读是啥？古读就是拄则讲的宝拿啦吼。宝拿是啥？就是用装刷头的拿贴起来来做宝瑞的当动庆记的这种吼，叫做宝拿，或者是杨英伫象征史料内底所写，叫做古读。古变调嘛吼，17353吼，变第3调古读。我来 Google 一下吼 ，Google 这个词啦吼，古读。华语先说学了吼，叫做曲除吼，曲美凤的曲嘛吼，共音啦吼，除就是除法的除嘛吼，古读曲除。国语词典咱怎写我看觅。国语词典写讲，鬼说是一种粗的竹笑，吼，由竹啊或者是芦苇的苇，所编成的吼，人体臃肿不能下腹的病，吼，就是你伤大骨甲无法度压落迄种病啦，吼。古早一个诗经顶头写吼，讲厌万之求，古读不先，看无吼。我平常去查啦，平常去查这种规则啦，无重要啦。好，宝拿。讲伫那道园内设烟花线洲顶头，真侪人伫遐劳动，搬真侪宝拿去遐，就是要装刷要做即个动庆记的吼。迄个沙洲伫海水淹起来时阵呢，会被水来规个淹过去，因为真紧就要水就要淹起来吼，所以因为安尼来搬离开遐吼。因嘛搬一寡宝拿去市镇呢，算一人顾一边啦吼。伫咧城堡即遮是荷兰人，啊，伫咧市镇迄边是即嘛是迄间国姓啊，即边占去吼。上午9点钟吼，欧斯威尔先生又搁对那道园骑马来遮，是昨昏要暗啊对普罗宾西亚
带着尊贵的 Valentine 的，炸着尊贵的 Valentine 的批吼，伫个国姓爷的要求之下，和迄个可恶的河滨同齐被派来拿导园吼，就是从早考醒来即个啦吼，应该是吧？我无啥会记吼，无重要，啥物人不管吼。我哋就是即马人搁来啊，搁炸一张批来啦吼。好，站伫个油条过暝吼，即张电光的批写讲，本环就是国姓爷，昨昏上午，算急迫迫去看过。普罗宾西亚城堡吼，要怎讲急忙啦吼，急忙是要安怎翻呢？咱今仔日吼，可能一工读袂了吼，不要紧啦，逐读啊。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啊，读遮久诶啊。急忙，使紧，毋捌听人安尼讲。Marino 吼，扩大拍死角吼。哦，歹势啦，意思是讲使紧啦吼，急咧放屎嘛吼。使紧扩大拍死角吼，结果呢扩大个拍死角，咧头袂开吼。即是莫弄来想即句 ，OK， 就是 trouble pile on trouble 吼，伤赶紧哦，赶紧啦吼，伤赶紧，结局。就搁写一摆吼，就是 Marino 的例句啦吼。急忙吼，大华线顶书店有香，或者是金壁壁吼。我敢若拄则讲金壁壁吼，金壁壁吼，官公吼。或者是TJ 中台理书店，我看伊安怎写？哎呀，我 TJ 咧，啊，我这是白话小书店，毋是中台理书店哦。无，我无迄本吼。好，急忙就干安尼尔吼。就是即张电话的批写讲本环吼，昨昏上午急迫迫去看过普罗宾西亚城堡，有几啊官员来见伊，河滨以国姓爷的名义再度请电官甲阮写批，甲阮讲下面即寡代志，就是本环阁下前几工伫炎热的日头下捌去过台湾的外科位啊啦吼，伊殿下伫个日兰野城堡的四舍已经采76门大炮，安置伫个宝拿头前吼，就是伫个即个市镇呢。伫南投园以及伫个北线尾，为阮来设想，现在要维护含伊殿下来地狱，甲日兰野城堡交互伊，以免被抬。阮若等到伊发炮攻击，则想要来地狱，安尼就伤慢咯。也写讲，若是甲日兰野城堡交互伊殿下，交互伊啦吼，伊殿下将会甲普罗宾西亚城堡以及迄个头前的全部的土地，拢互阮做即个
徛起的即个地区吼，徛起的即个区啦吼。伊的命令，伊全部的士兵离开遐。以后，尊贵的公司将会当如同以早自由通商。为了通商，伊殿下为着要互阮的大船有更较好的港员来出入，因为台湾港道伤浅，愿意将偏湖交互阮，或者是卖互阮。伫遐，阮会当为着阮的安全建造城堡甲仓库。你想看嘛？好啦，咱若答应这个条件，今仔日时代佫无共啊吼。当然偏湖一粒仔囝尔吼，但是各位今仔日去偏湖，可能都爱讲荷兰语啊吼。好，昨昏电官也伫咧国姓爷的要求之下，写批去避难，甲阮伫遐的人讲。写批去台东啊吼，甲台东迄边的人避难也讲，如果因愿意伫咧以前所提起过迄寡条件之下投降，因就会当安心来洽谈，毋免惊吼。几工前有送类似安尼批去，互阮伫咧北边的荷兰人的迄个信册，昨昏转来洽谈，早转来消息讲，因大家拢伫咧智罗山健康良好。因也寄过一张批互地方官，但是到今也未收到吼。大概是落入去国姓爷的手里了吼。就是讲因智罗山遐嘛有写批来啦，但是无收到哈。照伊看来，照这个伊是啥物人啊？看袂出来。因为无其他的办法，照伊看来，这应该是照迄个送批来这个吼。因为无其他的办法，会当按照所甲因讲的迄寡条件，大家同齐前来洽谈。就是讲因不得已啦吼，只好会照迄寡答应迄寡条件，大家要来洽谈吼。对本番阁下顶面所提起的即个建议。阮会当照阮的需要来考虑，伊袂互任何人提意见，以免犯错等等。伫咧閲读即张批的时阵，欧西威尔先生讲，阅读即个页我阁查一下，我煞无啥信心。应该读做 at 啦，不，伊是 at 本条 at， 但是阅读变做 at talk 才对哈 ，at talk。我之前马有哪讲啦吼，有人我咧读完啦吼。台里抓书店我看卖。好，台里抓书店其实有收吼，我来看卖。会更。会烂，一粒变做第四条啊吼，变，所以本条拢是第八条，敢若即个一粒是第四条吼。一粒是阅历啦吼，有阅历、有经验吼，有经验，有一粒吼，会兵吼，阅兵嘛吼，会兵会烂会更，一粒。所以伫遮呢。会读伫咧会读即张批的时阵，欧西威尔先生讲，听医生 Jonas 的某讲过，昨日暗时已经约有170个受伤的新仔人来，互伊的丈夫，来互因先生来包扎，即个包扎，即个扎是要哪读？copy。扎赢，扎哈对，读做扎吼扎。讲已经有170个受伤的新仔人来，互因先生来包扎。即寡人是国姓爷骗人讲，
伫咧本9月6号迄场小战役中，伫咧迄个市镇呢，杀死50个阮的军人吼，而因迄边拢无人受伤的即寡士兵当中的人吼，就是进前宣传讲杀死对荷兰人50个啦，家己拢无着伤，结果即嘛消息透露讲，其实有170个受伤的吼。即寡士兵当中，有一寡人的腿被拍断，有一寡人的手骨被拍断。伫咧迄场战役中，战役吼，战役吼，应该是第8条吼，查一下吼。吼，第8条吼，或者是战役啦吼，役嘛会使战役。伫咧迄场战役中，伫咧迄场战役中，敌方死啊偌侪人无提起，毋过对于受伤的情形看起来，死亡的人数应该袂少，而因骹手受伤的人数，至少也像死伤的人数遮尔多，是啥物意思啊？即使就算讲即寡摆卡的人必须爱举拐啊作战，也袂当搁再互阮遭受任何的伤痛。上述即个 Jonas 是医生吼，因为伫迄边为希腊人咧服务吼，已经处理非常好的工作，时时有收到一寡礼物。可见伊已经有结束规个大任务咯。昨昏，敌人对普罗宾西亚城堡取下几门大炮，搬去海岸。几工前，新港小人目加流员甲满豆的长老去国姓爷面头前呈现因对伊的归顺，因此获赠新仔的衣袍和带有金色顶角的软帽啊，伊也命令因去带搁较侪村民同齐来吼，去带搁较侪村民同齐来，因就去带搁较侪人来咯。昨昏有一粒新仔人的头壳被挑着，就是应该是用啥物件吐掉的，吐管安尼啦吼。这是台语要安怎讲嘛？不要讲咧，挑着。讲有一粒新仔人的头壳吼，被挑。好，我直接看。挑这字台语要安怎读？就是挑哦。用德国单吼，就是挑嘛吼，就是我对来讲用德国吐的就对了吼。会当读做挑，会当读做跳。有一粒新仔人的头壳被挑吼，被这个德国挑咧，伫咧普罗宾西亚的地方四过游行。并且有人敲锣咧显化讲，即个人因为杀一只牛被处死咯，要借此叫阮相信吼，要借即个机会叫阮相信，因未杀牛吼。乌西威尔先生也讲，听讲迄寡新港人完全无抵抗，就往国姓爷迄边投降咯。因是被迄寡长老诱导投降的吼，去互因拐去投降。而迄寡长老是被迄个市镇里的几个啊，应该是新仔人吼来劝告投降的。昨昏，欧西威尔甲一张中文告示翻译做荷兰文，内容是写讲所有荷兰的饲牛的，拢会当像以早安尼自由派因的人，
去因诶牛遐去接牛奶吼，毋通惊讲会遭受任何危难诶代志。也写讲，迄寡误访诶人，吼，必须爱甲因当中对郑成功有怀恨或者怀有恶意诶人，吼，迄个伫咧普罗宾社城堡指挥管理是要安怎读啊？即嘛查个万百遍啊，结果嘛是个袂记。管理嘛是会使吼。讲即句翻了落长哦，意思讲，伫咧即个故事啦吼，有写讲吼，荷兰人若是对郑成功有怀恨、有恶意诶人吼，会当普罗宾社城堡周围诶官吏来举发吼，以便听候郑成功诶命令予以处罚吼。应该是写讲伫后壁挂号写讲迄个，伊讲写讲迄寡误访诶人，就是互阮心痛吼。目前落伫咧国庆爷江中诶迄寡人吼，就是荷兰人吼，伫咧国庆爷迄边诶导航诶迄寡荷兰人内底吼，必须爱甲因内底大家互相来做了别啊啦，看啥物人对郑成功有怀恨或者有恶意诶吼。紧去即个普罗宾社城堡举发吼，以便听候郑成功诶命令来处罚伊啦吼。也写讲，你是误访诶人，要去倒位拢会当自由来回行搭，但是暗时啊，就必须留伫咧被安排伫普罗宾社市镇内诶大诶所在吼，宵禁就对啦吼。也写讲暗时啊，其他人拢不准来误访诶人遐。即个欧斯威尔先生也交互长官阁下一张国姓爷所写互伊阁下诶批，即张批诶译文如下：1661年5月10号，国姓爷阁下伫纳豆园诶军营里写互长官归义诶一张批诶译文。大明招讨大明招讨大将军吼，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寄即张批互长官归义阁下。伫我或者是我诶军队所去过诶所有诶所在，一直以来吼，我拢是战赢诶。而现在伫即个小城堡里内底诶恁，哪有可能和我对抗？我早就知影讲，恁即个城堡诶形势甲城墙诶高度，也知影讲即个城堡和普罗宾社城堡无偌侪差别，只敢有悬度起了较悬一丝尔。但是呢，伊阁有啥物路用呢？如果我下令用我诶大炮射击，毋免发动我诶军队去攻打，迄个城墙啊，就已经会被攻破吼，落啦吼，讲个城墙啦，会攻破吼，会放去啊吼。一旦我诶大炮开始即个城墙猛烈攻击，恁大概会想要对即个城堡点好来反击，但是呢，爱好好啊小想想咧，恁将会连安尼时间都无吼。确实，恁操作大炮诶技艺是相当诶出名，但是伫遮恁游玩会当，恁游玩会为富欢迎啦吼，措手不及啦吼，无法度反击吼，无法度反击。现在我已经载数百门大炮来遮，拢已经准备好要用来攻击恁。但是呢，我也要看念着恁，
不忍心遐尼侪人死去，因此犹原爱先寄即张飞去互恁，互恁对此会当充分慎重考虑，及时来我幸福。对此，你阁下必须要真紧做出决定，并且忠实遵行。如此，则我将处理阁下的地位比 Valentine 先生更较悬。但是若延前到我下令射击恁的时阵，你射击恁的城堡，则为时已晚吼。恁将会全部被杀死，无人会当活得行出城堡。写伫永历第15年4月12号，卡姆国姓爷因啊。哦，我休一下，读一半啊，较加一撮啦吼，下底佫出一滴啊。好，今仔日我都读了无问题。食物件，较爱困。我进前迄个无迄要来讲，就是迄化痰足好诶，迄足有效。结果我顶一抓，搁去买去买，结果已经无看，毋知收喺倒去啊。好，来继续吼。因为收到这张批嘛吼，为此阮召开通常的议会，商议要按怎来答复官员国姓爷和地方官 Jacobus Valentine 来批，详细考虑过对此有关的事项了后，决定。阮爱依持以前的决议，并且决定要用一张简函，甲即个决定甲国姓爷讲。奥斯威尔先生咧，伫咧叙述敌人伫咧洽谈的各种情况的时阵，捌讲着吼，也讲起讲，现在伫咧 provincia， 即个位啊，各种食物，拢会当用钱买着。我方的人因为国姓爷的命令已经配领粮食，大家拢被对待良好。河滨对伊讲过，此地事务处理好了后，国姓爷计划要派3000个武装士兵对陆上，30只篷船对海上去淡水和鸡笼夺取尊贵的公司伫遐的安托尼奥要塞甲 North Holland 要塞。也讲有3个英国人以前捌坐因的船伫咧西南沿海跨线失事。后来就去为着国姓爷来做工，这3个英国人现在嘛当作被带来遮吼。因此，河滨问奥斯威尔先生讲，伊敢要也来替国姓爷工作？对此，伊真回答甲真适当吼，讲袂。下晡4点，奥斯威尔先生呢，奥斯威尔是敢若是。恰坎楼这边咯，就是 provincia 这边的地方官的助理啦，吼。啊，伊敢若会晓中文？这是毋是着？哦，毋是另外一个吼，毋是后生，毋是大生啦，吼。咱之前有读着讲，荷兰人已经大生，算伫台湾出世的荷兰人，已经新的一代的荷兰人已经有啊，吼。伫咧日记有看到吼，所以荷兰人伫咧台湾遮嘛有大声啦吼。
迄当阵叫做台湾啊，含即嘛台湾上音好。下晡4点钟，欧斯威尔先生被派离开吼。阮就交互伊一张批，写互本藩阁下。即个本藩阁下就是国姓爷吼，伫这遮拢叫做本藩吼。阮交互一张批，写互本藩阁下，含一张写互地方官 Jacobus Valentine 的批。即个欧斯威尔拢准备好要出发的时阵，要讲了最后一寡话吼，就是伊对新港人遐听讲的吼。新仔人含当地人的农事，大部分拢已经拍远去吼。因为真侪新仔人农夫逃走了，而当地居民是留伫家己的厝呢，互因的富人人含其他的人出门去应付啦吼。当地人应该是饲即个平埔族的吼。讲完，甲即个话讲煞，欧斯威尔就过时上马徛往南投园去。阮写互本藩的是阮写迄张批写互本藩是写啥物呢？会当对如下即张批的抄本来看着吼。不在重述，但是下底都有写吼，我看觅。好，咱来看即张批是安怎写哈。长官归阁下写互新仔官员国姓爷的批的草本。即个佛罗摩萨岛的城堡甲人民的长官以及主事者 Frederick 归义寄即张批互率领军队驻扎伫此地的杨条即个位仔的殿下国姓爷阁下。阁下，你殿下要搁你继续要求第一次，就要求过的代志，就是要爱即个城堡交互你殿下。三队呢，阮并无认为讲有即个需要，而且阮对阮的祖国甲主人阁下负有重大的义务，为着要替因保护此地，阮的性命也袂当拒绝为此来捐献你殿下所讲的即个，伫即个四周围已经踩上百门的大炮，并袂当改变阮的心意。阮伫即个城堡里，还有搁较侪大炮，敢有上百？我记敢若是76门尔人。顶下是讲76门吼。讲这就算你踩几百门啦吼，这就要讲较侪，讲就算几百门吼，嘛袂当改变阮的心意。阮伫即个城堡里，还搁较侪大炮，会当用来好好来还击吼，好好来交代恁吼。你殿下应该提出其他的建议吼，比这里我查一下吼。这里读做copy Ctrl V， 读做 B 吼，就是10倍这个倍嘛吼，但是另二边吼，读做 B 或者是 B 吼，第一条、第7条 P 嘛是会使吼，但是 P 无共意思吼。咱读 B 甲 B 啦吼，地教吼，用什么的意思吼？用的意思就是 B 吼，华语嘛是当安尼用啦吼，意思嘛相像吼 ，B 吼，地教或者是用的意思吼。B 吼，备考就是你殿下应该提出其他的建议，备考甲尊贵的公司伫咧各地安然依持通商，就是你提出其他建议啦，就会当含尊贵的公司，当然各地会当个安然依持通商啦吼。因此回复今仔日在此地收到你殿下来批，
就是阮回批就是安尼啦吼，你毋免搁讲即项代志吼。你若其他的建议做你讲出来吼，咱会搁会当和平相处就对了吼。好，写伫台湾的荷兰人的日兰野社报呢，1661年阮的5月10号。写互地方官迄张批主要内容是写讲，阮认为阮也无落到一定爱甲即个城堡交互国姓爷不可的即个地步啦吼。国姓爷伫迄张批里呢，就是含地方官迄张批当做吼，由奥斯威尔先生所trả来互阮迄张批里呢，无写着讲要拆毁即寡城堡。也无写着讲愿意甲平湖一个有比厝地对阮或者是阮的船只更较好的港湾的所在卖互尊贵的公司，就是讲，拄则讲的即寡地方官荷兰地方官写转来互城堡即边的批讲的即寡条件，国姓爷拢无讲起啦吼。讲要卖片湖港互阮互阮伫遐建造一个城堡来保护阮的商品甲贸易吼，也无提起讲要甲 provincia 城堡交献互尊贵的公司，因此阮感觉伊完全袂符合诺言吼，就是阮感觉伊若无遭受反抗啦，根本就袂。讲即寡好听话吼，也完全袂信守伊的诺言吼。此外也写讲，阮就写互电官啦，讲阮真欣慰吼，听着讲伫咧北平村社的5方的人拢要身体平安吼，聚集伫咧智罗山，并且写讲阮无法度知影因的状况，更加无法度对此地去。互因任何的建议，或者是去协助因，因对就是指地方官迄边的人啦吼，对拯救因诶，拯救即个智罗山迄边荷兰人的即个所作所为，将会受到懊恼。愿万能的上帝甲因对困境中，也甲阮对即个残酷。骄傲独裁的非基督徒，也阁会有诶，阁较侪、阁较严重诶威胁当中，慈悲怜悯，甲阮拯救出来。愿至高者，愿至高上帝赐予因含阮身心拢得到平安。阿门，阿门吼。阿门伫咧巴克利版圣经吼，伊嘛写，伊是有时写阿门吼。敌人诶，庞船要伫台湾市镇呢？毋是，应该人拢写阿面吼。但是即嘛，长老教会嘛袂讲阿面啊。敌人诶，足老诶吼，就用老一运诶，即嘛90几个、100岁看伊安尼吼。敌人诶，庞船要搁伫台湾市镇诶东华吼。敌人诶，庞船伫台湾市镇诶东华一带吼，就是市镇东华，就是已经即个即个线洲吼，就是日兰野城堡线洲吼，日兰野城堡是伫咧西边吼，台湾市镇是伫东边吼，啊东边过来就是即个大江内海嘛吼，啊过即个内海则是即个赤坎楼这边吼。所以敌人的庞船伫咧台湾市镇的东华吼，所以伫咧市镇的东华海边啊，遮无用咧装运物件吼。阮迄边有时会发射炮弹，因嘛用小炮来还击阮吼，但是无造成损伤。阮看到讲伫迄个市镇里的新仔人数显然有增加咯。暗时9点，阮看见迄个市场里内底忽然间大火。敌方真侪人咧拍火吼，因对各方面爬去厝顶去拍火。阮看了即个情形，就迄边发射2-3发炮弹去阻挡因拍火，也用阮的大的榴弹炮装石头去迄边来发射。伫厝地正对方即个城堡广场
边仔的巴黎先生的徛家以及附近吼，就是城堡对面的广场边边啊，有即个巴黎先生因兜啦吼。阮有听着敌人伫咧强烈咧敲即个厝遐的声音，所以也往迄边来发射炮弹。夜间，敌人两摆对迄个市镇用小炮吼，含其他细门的炮，阮这边来真猛烈来射击，但是无人着伤。绝大部分的炮弹拢对即个城堡的顶面飞过去尔吼，拍了无准啦吼。好，今仔日的日志写到这吼，剩8分钟，我看嘛后一篇有长无？那倒啊，这个读个。5月11号，拜三吼，无介长，咱继续读落。早起天气良好，恬静无风。阮伫即个城堡的下站步道瓦郡北角的所在，就是有装伫迄个细时钟的所在，甲迄个时钟甲刷开，伫遐安置一门精良发射6磅炮弹的铁炮，对遐真适合用即门小铁炮来发射击，并且控制迄条迂回路。对任何其他方向拢无法度如此来射到迄条街路，无法度通弹到迄条街路去吼。所以阮迄边来试弹一发炮弹，因为敌人用宝拿和藤桶来固守即条街路吼，因迄个防务工事就破碎零落路吼，就是阮迄边拍一发炮弹尔，因的工事已经破糊糊啊吼！我方有几个人又搁去迄个病院甲附近去掠野味吼，顺利掠到野味转来吼，无讲是啥物野味吼，可能佫是猪啦吼。上午阮派，所以较早吼欠要食肉，家己去掠吼，拢有倒掠啦吼，即嘛无啊吼。上午阮派20个士兵炸即个十字镐台语是要安怎讲？小等下我查一下吼，十字镐。做台语。教育部书典有写叫做尖喙骨啦吼，骨啦，或者是直接讲骨啦就会使吼。上午，阮派20个士兵摕着尖喙骨啦和钢槌啊，去拆除即个城堡下面的即个公司的厝甲迄个拍铁场吼。并且要来将迄寡材料搬入城堡，以备使用。敌人就用小炮往即个城堡以及上述派出去迄寡士兵发射真侪炮弹，但是迄寡炮弹拢包过即个城堡尔吼，无造成损伤。有人使利用即个火箭枪吼，火箭啊，火神嘛吼，神读做神啊吼，准神吼，查一个概念吼，跳绳即个绳吼，读做神吼，或者是会当读做神吼，神我是毋捌听过吼，准神吼。针就是比如讲，我看伊个句针线吼，牵针吼，牵针好，牵绳子啦，牵针。弹针毋是弹针，啥物意思啊？伊这写是弹针。
毋是弹绳子一下一段两段吼，姓忙还是安尼翻的怪怪吼。对针就是把绳子垂下去，叫做对针吼。对针或者是准针啊，准针我对我讲准绳吼。我是对学着我袂记啊，可能是圣经吧。准针吼，伫教会学着啦，这确定啦吼。准针。有人有时啊用即个好进枪吼，对迄个市场稳来射击吼。但是即个吵闹的人用笔真紧就会刷动伊的位置，因为阮用粗大的炮弹回敬伊迄个幼稚的即个问号问号啦吼。我又阁袂记即个问号的号是读号。对，问号。因为阮用粗大的炮弹回敬伊幼稚的即个问号吼，真毫无疑问吼，伊若被拍着，必将如无门飘起吼。伊若叫阮的炮弹拍着，那敢若门安尼规个飞起来就对了，一定吼挡袂掉即种炮弹或者是石头的即个。去吸着了吼。下晡1点的时阵，西南方甲北方的天空天顶吼非常的乌暗，也开始呢落雨，并且弹雷死啦吼。哇，这是国姓下来第一道落雨吼。阮看见伫鹿耳门水道附近的敌人，迄寡上大的篷船进入港内停船。现在天气多变，忽然透风，忽然落雨，又搁忽然点钱无风。国姓伊毋是毋知啦吼，这台湾即个吼，福建海边这7、8月的时阵吼，拢风台吼，风台天这排岸算吼，所以绝对毋敢喺当中来拍吼。啊，无就是新风故事佫出现了吼。所以经即个4个对5个来吼，都较袂去拄着风台啦，但是落雨天都有时啊较侪啦吼。讲即嘛天气多变，有时啊透风，有时啊落雨，又搁有时啊点晴无风。阮看见希腊人伫咧市镇的几啊所在归群聚集，就对即个城堡含有着咧。自碉堡用大炮甲榴弹炮因猛烈射击，特别是迄条挖窟的街仔路去射击吼。爱读做击啦，我有时啊读走纸去读到第8条去吼，爱读第4条。也迄个南边的港湾的南边吼，南边港湾南边吼，尤其是迄个。起伫咧东岸迄寡厝来射击，一直射到吼，一直弹到停伫咧遐的篷船甲三板船吼迄边去吼，迄寡船伫遐咧装好，效果真好，好到阮看见数百个新仔人逃出迄个市镇吼，撩水当逃往拿道园甲洋条去，也看见几只即个篷船离开迄个市镇吼。因用三板载运真侪人吼，去坐迄寡篷船，有一只篷船被断伊的即个大桅杆，敌人被阮发射53粒炮弹吼，却连一粒炮弹嘛无回应吼，大概是因迄边今仔日无偌侪精神甲时机来回应，有3个阮的士兵吼。伫少年有一篮留伫咧公磅厝迄边的糖吼，伫因的军官扶靠之下，就去遐甲即个糖炸转来。虽然敌人因发射几发枪子，因犹原安然甲糖炸入来城堡里。今仔日飘来西海岸西岸啦吼，一个荷兰人的尸体，
由有着个支碉堡的士兵甲伊收台。下晡，阮看见即个市镇呢，又搁咧搬茶甲宝拿。今仔日下晡，长官阁下命令人用篷布添一领添一批长边吼布篷啦吼，大概其实我是拢讲布篷。长官阁下命令用篷布来添一批布篷。要互伫个国领堡甲半个堡里周围的人来野护用的吼，来庇护啦吼。阴暗，敌人含阮拢保持安静，拢无发射炮弹，非常的安静。现在天气也真好，真凉快吼。唉，我即马吐大气吼，因为逐空拢看了这消息。战争时代啦吼，即马已经进入战时啊！你看两军吼对峙，是啥对敌还是对？我查一下吼。对峙吼。是即个山里边啦吼，应该是山里边即个寺吧，寺庙即个寺就对啦吼。感觉有其他应该是无吼。应该是啦，我频段应该安尼查才对。哦对了，嘿 ，OK， 好，今仔日读到遮啦吼，伫即个安静的暗暝结束吼。明仔载咱再对，毋是明仔载后礼拜咱再对5月12号开始读起吼，看荷兰人和国姓爷吼，安怎发展吼，咱。总是当然知影最后故事的结局啦吼，但是为虾米荷兰人有法度当10个月吼？国姓爷先讲袂落来，你看对今仔日对即篇大我就知影，因的炮吼，和国姓爷炮就差太多吼。好，咱来看一下笔记吼。毕上兄，你是咧讲虾米人啊？好。身材袂歹，好。马文写讲，日兰亚城迄时敢有士兵存在？若有，敢知影伫时送到遮吼？1656年，荷兰人发明士兵，拍算送是面对的士兵，敢有送到佛罗摩萨？啊，人伊讲有啊，伊就写讲有士兵啊吼。我咧有士兵也是表啊迄款的吼。然后只有这是田阳爷写吼，田阳爷写讲，然后只有写实际几点吼，上午几点上午吼，咱定来读到这嘛吼。好，田阳爷帮我拍写一个汉字吼，赛紧扩大拍时间吼，准破拄着倒头风哦，阁有即种讲法啦，我今仔学着。赛紧扩大拍时间，准破拄着倒头风，厝漏拄着透明吼，这啥物意思？拄则即讲的拢是就是对，个啥？什么祸不单行啦吼？外国嘛有类似安尼的讲法，说一时也想袂起来吼。咱敢若厝漏拄着透明吼，即种的吼。哦，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吼，就是你讲这吼，但个搁较活跳，搁较讲法吼，赛紧扩大拍时间吼，准破拄着倒头风，厝漏拄着透明雨吼。好，把比写讲士兵的发明甲发展阶段吼。我著头前讲人过吼，我看荷兰科学家吼。Huygens 吼 ，Christian Huygens 伫1656年吼发明即个
下底有即个推啊，即种时钟啦吼，当然下这吼，大幅度提悬时钟的准确性吼。1656年嘛，咱即嘛是1661年啊吼，时钟已经发明啊吼。哦，伫即个安静的暗暝，我知影你有心事困袂去。好来，好啦，感谢各位啦吼。我虽然种读足慢吼，一工读一篇2篇尔吼，但是吼，慢慢来理解迄段历史上重要即档吼发生啥物代志。咱后礼拜再继续读，礼拜再欢迎各位来读即个出师线吼。好，感谢，我要来关房。多谢阿关，多谢大家。嗯。